后来继续来看桃园中立警察分局有一个警员，伫中国的社群平台 TikTok 用这个简体字注册账号，写讲我是中国人，我爱祖国等等。因为警察是公务员，这种的行为引发到争议咯。分局讲会严格来调查，追究责任。注册称号是灵魂小东区，个人相片倒打我爱祖国的条号。查甫人伫咧抖音号码主写，写家己是人民人妇，伫咧中立分局咧做，佮用简体字写我是中国人。点入去，佮含穿警察的制服，伫警察的步伐，直接伫咧分局门口出翕。查甫人自翕的地点就是伫咧中立分局，啊那伊阁是咱的警察，现役的警察，2020年到2024年之间发表我爱祖国的特效相片。去年8月7日，黑底白字写我是中国人。去年11月7日，伫咧分局的门口穿制服伫咧自翕，阁写我当伫咧上班。普遍的评论看起来无讲介济，毋过连续几篇内容拢正敏感。针对网络留言内容，本分局将严查到底，并追究相关行政责任，绝不宽待。桃园中立分局讲，针对现役的警察以规管争议行为，会严办到底。警察是我们台湾的公务员，叶姓员警以这样公务员的身份，表达对中国的国家认同，实际上已经触法。虽然这个号码今麦已经锁定做是非公开的私密号码，个人相片嘛换做是那天含树木的风景相片。不过，身为警察，穿制服发表这款的言论，较上声无妥当，嘛引起侪争议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